听啊，好不好听啊？好，再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接下来，对他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先帮他这样子介绍他出场。来，谁知道我们台湾最有名的男影星是谁？最帅的男主角是谁？林俊达。最好看的电影是什么？赛德克巴莱。最好听的电影配乐是？看见台湾。对，不要说看见乌来哦，虽然有拍到我们哈，那我们还是说看见台湾，让我们掌声鼓励最佳男主角林庆台出道，掌声鼓励多一点，明星来了，掌声不要停啊，为什么？掌声继续。我们的议员还有我们的区长，在座的牧者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晚安。我不会就这样唱歌就结束了，但是我要唱这个歌，我一定要说它的理由跟它的最重要的部分。今天呢，我还是要唱2首歌，一个是赛德克巴莱的我跟爸爸的对唱，那第二个就是我要唱《看见台湾》这个主题曲。你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大概在2年以前这个电影上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惊讶，惊讶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终于有自己的一个电影，就是属于我们原住民代表赛德克的这个电影呢，呈现在我们台湾。那我大概叙述一下这些事情，我是怎么来拍摄这个电影。因为我经常去演讲呢，大概都是跟外面的人讲。那今天回到你们这边，回到山上，我要跟你们讲我是怎么参与电影。我不会花很多的时间，我把最重点的说出来。导演有一次他到花莲来，到我的学校一山神学院，他去神学院时，他要去找那个主角，就是老的莫那鲁道跟年轻的。那一山神学院，我有一个弟弟在那个地方当老师。那弟弟呢就招待了魏导，然后就2个在那边谈论，是说这个电影很好，那这个电影应该怎么做，大家就这样商讨。那其实大家都很支持这个电影。那我弟弟就跟他讲，是说你要这个莫那鲁道的条件是什么？那魏导说，这个主角的年龄大概要到45岁跟50岁这个之间，然后呢，他身体要很壮，身高也要很高，那他也会打擂，2个眼睛呢要跟沙嘛。然后我弟弟就跟他讲，就说，哎，我有一个哥哥，那个条件他都有这样。然后魏导师说，他跟我弟弟讲，就说，那你哥哥在哪里？我哥哥在伊朗。那当我弟弟跟魏导讲是说，我哥哥也会打擂，我哥哥也有2个很沙的眼睛，我哥哥的身材也很快，手掌也很大，但是唯一身高不够。那个莫那鲁道是180公分，我的身高是176公分。魏导就讲说，哇，真的有这样的条件吗？是不是可以让我引荐去见你的哥哥？然后呢，他隔天到了我的家里，然后他从花莲到我家里的时候呢，我站在他的前面，从脚到肚子，然后到胸部，然后身体全部看一看，看到2个眼睛，他就跟我讲，牧师，眼睛是不是可以沙一点？我就沙给他看，他说，哇，有了呢。好，大家拍手一下。太早了，很精彩哦。他就讲那一句话说，有了呢。他说这个人好像可以拍戏，但是呢，魏导师说，他跟我讲说来拍戏的时候，我不要参加，为什么？
我从来没有看过电影，也没有拍过电影，我不懂电影的专业，所以我就拒绝他。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沟通协调，我们有很多长老教会的牧师，不管是平地牧师也好，台湾的牧师、德鲁布，所有的这些牧师，反正认识我，他们就打电话来讲说：“罗奈，你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做《赛德克巴莱》吗？就是雾社事件，那个导演在找那个男主角。他说你去参与哦，你一定是那个男主角。然后呢，你有很傻的眼睛，你很凶狠，你什么条件都有了。”那我就跟我的同学讲说：“不可能。”他说参加看看，我就跟他们讲，就说不要我去找那个导演，已经找上我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后面就这样答应他，就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打契约。然后最后我休息了教会的工作，然后就参与了这个部分。我相信大家在2年前看到赛德克巴莱，我要在这个地方要很感谢你们。8亿的钱呢，有你们的钱在里面，我代表公司向你们谢谢。7亿的工程里面呢，牧师传道大概有3亿的工程费是我的部分，3亿的部分呢，我就是要拍摩纳卢道这个角色。如果没有我的这个角色呢，也没有今天的赛德克。可是今天呢，我们很高兴。上帝真的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开玩笑。我50岁，上帝叫我来拍戏。当我在拍戏的过程当中，我碰到很多的困难。我每次跟上帝讲说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在50岁来拍电影？让我在拍电影呢？我本来没有心肌梗塞，你让我得了心肌梗塞。我本来不会讲赛德克的话，你硬要我去背，然后讲赛德克的话。今天我要见证。我们的上帝是很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赛德克巴莱拍了1年2个月的时间呢，大家都看到。可是牧师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在这个地方，在今天晚上耶稣诞生的时候，我要大大的赞美我们的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成为台湾的大明星。我成为全球红遍的明星，我要讲出说，我不是世上的明星，我是上帝的大明星。大家拍手一下。排场哦，今天非常开心哦。我拍完了电影之后呢，大陆的导演要我去拍，在那个大陆大概要拍3、4年的时间，那个比那真的很多。可是我想到是说，我是一个牧师。我在红的时候呢，我知道我那一段时间，我几乎很多钱，1个月平均有30万、50万都有。可是呢，因为上帝在我身上有很重大的责任，有很重大的这种什么使命。上帝让我在27岁，我27岁之前，我是一个很会喝酒、很会抽烟、很会打架、很会闹事的孩子。我喝了很长的时间，我得了胃病，我的胃呢得了胃溃癌，不是胃溃疡，不是胃溃癌，胃溃疡，然后出血。27岁那一年，我几乎要死掉了。姐姐跟我讲说，弟弟不要再喝酒了，她说要改变。姐姐介绍我说到神学院读书，那我去神学院读书。27岁，上帝让我转折，上帝让我改变。让我27岁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进入到神学院。神学院10年的学习当中，我虽然成绩都不好，但是上帝依然让我毕业。我毕业之后回到我们的部落，我在依然第1间的教会，第2间教会司马库斯，第3间教会是我们的福山。我在这种转折当中。我顾念到，我想到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，我不能让上帝白费了我在转折的过程当中呢背弃他的工作，所以我依然放弃所有的这些通告，所有的电影，我回到了上帝的国度，我回到了上帝的工作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很高兴，这个大明星非常例外，走到哪个地方不怕有人会暗杀，不怕有狗仔队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跟我同在，我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在为上帝做见证。
所以今天呢，我很高兴，我能够到福山跟乌来所有的每一个同胞能够相聚在一起，我们大家一起为福音来做这样的努力。今天我看到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来唱歌，你们来跳舞，你们真是把你们所拥有的献给上帝。同样，我也一样，我在50岁的后面这个时期呢，我绝对不会放弃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要先唱一首，就是我跟爸爸在河床上面唱，就是一起合唱的这首歌。再来一个掌声吧。谢谢。掌声鼓励，精不精彩呀？这一部电影在台湾呢造成轰动，然后赚了很多的钱，那一切都归给我们的神。只要我的电影都很赚钱。这一次看见台湾，又在我们台湾呈现一个新的面貌。看见台湾是纪录片，有去看见台湾的请举手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我在这个地方也向公司、向你们献上谢谢，因为到今天这个电影呢，纪录片破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多钱，已经破了1亿2000多万元，正向2亿的这种什么，就是这个什么成长迈进。那其实我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不是在拍什么，但是呢，里面有1首歌、2首歌都是我唱的。那这首歌其实说实在，我要去录制这个歌的时候，没有乐曲，没有谱曲，什么都没有。当这个导演跟我讲说帮我录制主题曲的时候呢，我到了那个录音室的时候呢，我去那边大概1个小时，那个导演跟我讲，不是，你唱歌很厉害，你用你们导演的古调把它唱出来。可是呢，没有谱曲，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歌，叫我怎么去唱？但是呢，他让这个荧幕呈现出来的时候呢，底下的音乐配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的大坝尖山，哇，那个歌跟那个灵感就从我的头，然后呢，慢慢到了我的心，然后就把它直接唱出来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没有 NG 哦，这首歌里面录音室是一次把它唱完，我唱了3首歌这一首3首歌就是这样把它配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感谢主，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，我看见，我相信大家也看见了。今天我能做的事情，大家都可以做。上帝在我们身上都有不一样的恩赐，
唱歌跳舞的，说什么的，每一个人都有。所以今天呢，在末后的时期，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说我们要勇往直前。耶稣升天的时候呢，他说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把我的福音传出去。所以我们要在乌来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把神的作为广传到我们的同胞。现在大家欣赏看见台湾。把一切荣耀归给他，谢谢。安哥。